吼爱协调哦吼。啊，咱真多谢因有2场的服侍，感谢主。咱吼来甲隔壁吼，特别遮有挂花的长辈吼，讲祝你智慧佮健康，来甲伊祝福一下来。感谢主，咱的教会有遐尼多遮的长辈，哈，有遮的上年是咱教会上大的福气。因吼差不多是咱教会上大的单一的团体啦，单一团体吼，就是咱的长辈。啊，因吼那正常出席吼7、80个哦，吼。啊，若有大节日的几百个拢有吼。啊，我咧邀吼，咱的教会吼，上年团契吼，会愈来愈大。吼，啊，愈来愈多，哈，因为吼，咱足侪人咧排队啊，牧师嘛咧排队啊，哈，排队要进入上年啊，吼，啊，这是咱的感恩啦，啊嘛是一个提醒，咱上年的服侍，啊，因有真好的团体，有遮个同工咧带，啊，咱上时咱嘛爱，搁来鼓吹搁较侪中壮年的，啊，咱青年、社青。组一路拢一代一代、一运一运拢好起来，啊！这咱的教会才会健全吼。真感谢主，伫迄个上年主日，啊，咱要继续来分享咱即个基督徒的自我形象的第三讲，咱叫做营造丰盛的生命，啊，正做一个结论吼。咱大家先来祈祷，才做伙来分享。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恩待阮、祝福阮，互阮做伙领受即个重阳节的喜乐。阮逐个家庭拢有长辈，但长辈毋只干那是年岁多，是因为因有丰盛的生命，因有领受对上帝来的智慧甲贵力，而且因真够家己料理，啊无地到互囝儿孙拄着颠簸也是困难，因为这是上帝你互阮伫进入老年的时代上大的祝福，所以因有吟诗，有祈祷，有活动。也有学习，有真侪的节目，互因一直保持亲像少年的人迄款的活力甲气力，这是阮教会上年时间上大的祝福。愿你也保守阮今仔日通过你的话，大家要得到学习，愿你亲自来感动启发阮大家。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要做分享用2个经节来学习，总是咱伫个分享中，咱搁来学习吼。咱要线接顶2礼拜的一个主题，就是讲，咱逐个人拢活伫即个俗世的世代，俗人的思想。咱要安怎超越者的，就是咱常常会当甲咱的主迄个思想，用上帝的思想来做咱的思想就对。咱就会当迎接一个新的可能性，新的梦想。梦想毋是空虚梦想哦，梦想是一个期待，一个愿望。今日社会的进步，就是有一群人吼，因有足侪创意啦，因真侪梦想，伊梦想就爱甲实现。这是咱即个有较无属神思想的一个足重要的观点吼。所以有人咧讲吼，属灵甲俗世的思想。上大的差距伫倒位啊？咱今日咧敬老会，吼，咱今日咧甲长辈做伙欢喜。咱有定来讲世代差异，世代差异就是讲，咱老的即辈咧迄落吼咧想的代志吼，少年的因无了解，想无嘛，伊嘛无甲你重视。昨昏咱上年咧敬老会上年的团结聚会，咱有去分享到日本的老人写的。三行诗啦，其中有一段讲吼，讲大家拢在唱怀旧歌曲啦，吼，哇，迄怀旧歌曲足好听，像牧师这代吼，拢大家爱听的校园民歌，伊讲吼，毋过对我来讲，阁伤新就对啦。伊是讲连你咧唱怀旧的歌曲嘛，阁分讲你是倒一个年代的，吼，是较较早无安尼，所以表示大家时代拢无共款的差异。咱有老人甲少年人的差异，有都市人甲庄脚人的差异，迄观点啦吼。佫较毋免讲少年人一代一代愈短，因无互相的理解拢无共款，因为受到社会科技的影响。但是
这个思想的差异吼，拢免不了啦。咱来充分的沟通。啊，毋过上大的差异就是上帝甲人，上帝的想法甲人的想法差上大。啊，咱要安怎去掠保迄个咱甲上帝的关系？这是咱这个属神的思想一个足大的课题吼。啊，咱顶礼拜咱有读过这段经章吼，以赛亚55章80到90，上帝明明讲，伊讲我的意念毋是恁的意念。我的道路毋是恁的道路，天比地较悬，相款。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较悬，我的意念比恁的意念较悬。上帝老早就知影人的有限就对啦，人的这个弱点就伫遮，因为看袂较远嘛，看袂去后壁较过，啊是讲未来嘛，啊这是自然，上帝会讲咱的意念较无悬伊的意念。迄若普通人咧讲吼，啊，咱就无欢喜啊！讲好，啊，你是差我偌济，但是上帝安尼讲，咱讲啊，有影就对。上帝的意念甲上帝的道路，都真正差咱足济。所以人甲上帝差别大，啊，这大咧要咧甲补起来啦，要甲衔接起来，就是即咱要需要的。所以基本上啦，吼，就是咱世间人甲上帝迄观点中间定咧挣扎。上帝爱你安尼，啊，毋过人就感觉讲我应该安尼较好啊，对我较好啊，啊，啥上帝要叫我安尼，啊，你就会挣扎，啊，你是要顺服啊，不顺服，啊，所以这就是咱人生的一个试炼，甲一个学习就对。所以有属神的思想，就是咧操练讲，安尼我是要信，爱信靠啦，毋通家己计较啦，啊，顺服军队的真理甲生命。基督徒事实简单讲就是这句话：我一生就是咧敲吹安怎军队上帝，安怎听上帝的意思，毋是照人的意思，毋是家己自作聪明，家己拍拼，是因为我要遵探主的话来行安尼。啊，所以这个咱讲一个征战啦，也是一个征战啦，吼，一个互相的冲突，上完整的一个例，吼，咱要讲一个。安尼圣经的例就是安怎呢？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人生吼，的转化就是属神思想甲属人思想伫遐安尼在战斗啊，吼，来去啊，起落，安尼换来换去。啊，咱拢有咧读圣经的即个背景，所以咱简单甲即个亚伯拉罕。迄个无共款时段的故事，做一个经历就对啦吼。啊，咱会当看去拄则咱读的经章吼。啊，这个经章呢，拄则咱已经读一遍啦。啊，这个主题就是讲，第一，上帝对这个亚伯拉罕，迄阵叫做亚伯兰呐。伊甲伊讲，你都爱离开本地本族，恁老爸家，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挑战。今仔日个时代，咱人吼对南部搬去北部，迄足自然的代志吼，甚至出国去中国来工作，去美国是去外地东南亚吼去日本，迄吼在山顶上都足平凡的啦。但是较早的时代，上帝讲你离开本地本族，迄是何等大的挑战，迄是有生命的挑战哦吼。但是去我要支持你的所在，这是上帝第一个呼召。第二个呼召是第二个是应允，讲我要互你成做大国，要祝福你，互你的名受敬重，你嘛要互人得到福气。成做大国有福气，互人敬重，嘛要祝福别人。哇，安尼是足好的承诺嘛吼，上帝予伊的承诺。但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去到我要叫你去的所在，你要得到这四种祝福，将做大国，我要祝福你，名受敬重，佮祝福别人安尼。兄弟姊妹，你听到，你想讲这是对啊，毋对？这是有影无影？你敢袂征战吗？这就是咱人生用人的思想甲上帝思想一个征战。亚伯拉罕一生就是安尼。上帝佮甲伊讲，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予因；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伊。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意思是讲，我甲你挂保证啊，
我互你一个应允啊，人对你好，因若要得到好，人若对你危害，甲你患难，你共款因嘛会拄着患难，所以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就是上帝祝福要透过这个亚伯拉罕，这实在是一个将来未有的迄款应允甲一个宣告。兄弟姊妹，若是上帝呼召对伫你，你有啥物感觉？因为何况上帝咧呼召的时阵亚伯拉罕伫伊的本家因并无认捌上帝呢，因为伊的老爸拢咧拜偶像啊，佫咧做偶像的人啊，伫即款一个呼召，突然间要决定，迄毋是一个简单的事，迄是后来咱看去亚伯拉罕的故事，咱知影讲，伊当时偌好打，偌好打。咱要用即个，但是亚伯拉罕的经历毋是逐项拢顺顺的啦，毋是一届完完全全啊，像一个咖喱红啊安尼，互上帝带，毋是啦。咱来看几项，头一个是新的旅程。上主对亚伯兰讲：“你要离开故乡、亲族、你的老爸家，去到我所要去的所在。”这是一个完全的冒险。早前的这个路程不比现在，开车、坐车、坐飞机，一个就到。逐项路线拢甲你准备便便。迄个时代，离开就是一个危险、一个风险安尼。而且上帝讲，你着爱离开本地本族财产拢放的，都敢若去就好。但是亚伯拉罕事实无完全安尼做啦，伊都毋甘呢，所以伊等于甲伊故乡的遐财产，甲伊遐一群人，甲伊的亲人拢带出来做伙走。所以这个已经无照上帝的意思啊，因为惊嘛。人讲我身躯无炸过，我哪会烦恼？我嘛会烦恼啊！要去中国，还是要去美国？我煞免劝挂安尼。但是，这个专业的信心对一个亚伯拉罕初接到这个呼召，迄是有艰难的。所以，亚伯拉罕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人生，完全无有一个印证你要有新的梦想，重新看人生，完全就是要靠信心。来成就真多的代志啊，成就真多的代志。但是要改变无改变，伊要靠信心来看，也未够。伊人生会因为信心来拄着转捩点。伫英国一个历史一个出名的牧师叫做乔治·穆勒，这个牧师，伊是伫1800年的时代，伫英国创设一个。叫做孤儿院的出名的牧师，伊做的孤儿院后来成做现代大家世代咧用这个建造孤儿院一个典范就对啦但是伊嘛受邀请去到伫这个美国伫遐要来陪灵见证也要去加拿大安尼。所以有一摆，这个乔治·穆勒牧师就是到伫这个海港，这个海港准备要坐船，咱知要过大西洋，毋是简单的事，所以迄只船拢是准备足遍的就对啦这个乔治·穆勒牧师，当这个故事咧讲，无拍算迄个时阵英国迄个港口规个拢起大雾啦，大雾大雾。迄只船毋敢出发，船长徛伫船顶咧听候讲，看云雾会当散去，才敢开出去。因为迄阵也无导航设备啊，也无任何的迄个电子设备送架。迄船长非常的有经验啊，伊袂当开啊。但是这个乔治·牧师拄要来坐这只船啦。伊就走去甲即个船长讲我对英国来拜六，就要去到加拿大的魁北克来领培灵会。拜托的船长即只船一定爱开。若无我到魁北克袂赴人咧等我要培灵，哪有法度？船长就甲伊录讲你
你做的代志真重要，无毋对，都明明分务遐重，你是叫我要哪开安尼？这个乔治穆勒牧师就是讲吼，村长啊，我有信心，看到的是大雾，但是我嘛看到上帝伫大雾的面前，有迄个刷走这个大雾的开力。你敢无看到上帝的手吗？安尼，村长当然哈哈大笑讲：哎呀，你这个人哦，实在是空空笑笑啦，吼笑笑。但是乔治穆勒牧师吼，伊牵掉这个船长的手，到迄个驾驶舱内底。伊讲吼，迄是凭我的信心哦。57年来，我逐天服侍上帝，祈祷上帝，甲上帝见面，所以绝对无失误。我相信伊一定会做这样代志。讲我今日祈祷，讲大雾就会散，请你甲我做伙祈祷。所以甲船长带去到个驾驶舱的内底，安尼吼。船长嘛是无可能，伊都无看到啊。伊讲吼，无可能啦！你看大雾遐尼重，大雾，眼前拢是雾，倒伊有手咧甲雾灭开啊！船长用这个常识吼。伫遐甲伊回答，这是亲像彼得吼，甲遐个学生吼伫船顶吼，互大用摇甲安尼毋知影讲耶稣伫船顶安尼。所以这个乔治勒牧师伊就开始祈祷，伊安尼祈祷，伊这个祈祷词是安尼：创造天地主啊！我对英国来，就是为着要去魁北克带领培灵会。现在船也无开吼，我就袂当准时到，袂当传讲信息，请互这个大雾来消散安尼。然后讲，相信主要随听我的祈祷，然后甲船长讲：来，你开船。船长嘛是无要相信就对啦。伊个驾驶舱无看到外面，但是乔治穆勒甲伊讲：来，你甲窗船的船舱的窗拍开。伊竟然看去讲，原来外面阳光普照，这船长实在是嘴哈哈讲，敢有影？我明明拄则要看，要入来是看到规个拢烟雾，现在竟然烟雾拢散去安尼吼。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在甲咱讲什么呢？甲咱讲去，有信心的人看见上帝的手，无信心的人看到头前的烟雾。这是这个信心交托互咱看见阿伯拉罕伊安怎甲上帝对话就对了吼。这个乔治牧师伫1800年，伊伫英国的布里斯托有办迄个孤儿院，伊的一生鼓舞人心就对了吼。伊照顾规千个送乡的儿童，提供因读册，互因安尼真好的发展这个见证。一直诚侪一人爱讲的故事吼，因为在1800年差不多是英国迄个工业革命的时代，真侪孤儿吼，伊伫遐创设孤儿院，伊真侪信心的故事嘛，一直互人咧传颂就对啦吼。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通对即个阿伯拉罕的故事看见几项啦。头一项有属神的思想，你顺服的功课。咱对若无讲。阿伯拉罕还佫惊，所以甲伊厝呢故乡遐个财产啦、物资啦、遐个羊群啦，拢带出来。上帝讲：你这无信心吼，甲考验你敢知？考验就是迦南地一个到迦南地，哇，煞饥荒啦！心内就开始想讲：上帝毋是要互我一个老年佫老美的地，要到一个。水的所在，要互我成做大国，一个到就发现饥荒，尼这会使，所以无信心就安怎？佮规家族佮带去倒去呢？就去落埃及，咱拢知影讲，迄个时阵埃及就是代表罪恶的所在就对啦吼，代表罪恶的所在。所以咱嘛知影讲，迄个故事真精彩。阿伯罕为着要伫遐生存吼，竟然。欺骗烦恼，讲这个毋是阮太太，这阮小妹啦。煞甲太太煞送互
法老安尼做伊的王妃就对啦。啊，这实在是真闹亏的代志，啊，为着要生存无法度。但是这就是一个足大的侮辱甲苦难啦。啊，所以亚伯拉罕伫这个困境的时阵，无去顾着上帝观点，用家己的观点。啊，所以上帝讲你去离开本地本族，啊，你都无照安尼做啊，你甲规个亲情萝卜啊，做伙拢煞走啊。啊，这就是用人的想法，啊，甲用上帝的想法拄着头一个情境。但兄弟姊妹，咱看见后来，伊教乖啊，伊对伫埃及当然有牺牲，但是后来因为伫遐伊真够经营吼，变做伫埃及趁钱，佫转来，啊，就生活就加足好。毋过佫来拄着，佫转去迦南地开始要分散吼，要买工作，啊，因为伊的地啊路德啦，路德，因当开始吼做伙的时阵吼，都袂歹，啊，毋过后来吼，哇！路德的遮个萝卜，也是遮个工人，啊，甲阿伯拉罕工人吼，都是冤家呢。因为吼，倒位有水，倒位有草，啊，大家咧冤家。但即摆吼，阿伯拉罕家己心知影讲，我毋通照我的想法，因为我毕竟是士大嘛，我要经倒有想要分家就对啦。啊，所以我要经倒位，经较有水的所在，经较肥的所在，迄是我优先嘛。但是安怎呢？这个时阵，阿伯拉罕伊心有我上帝，伊就祝福伊的孙啊，讲爱互你先敬。啊，咱知迄阵路德吼，就是用人的思想啦，咱嘛敬迄好诶吼。啊，就讲啊，所罗嘛、俄摩拉遮所在真水，我要去安尼。但是阿伯拉罕无甲伊相争哦，讲安尼我祝福你，啊，所以就安尼分开。咱知后来发生吼。所罗玛、俄摩拉受毁灭对无？啊，这就是上帝伫迄个分别的中间，阿伯拉罕有照上帝的意思，啊，所以原来是上歹的地啦。阿伯拉罕竟然是上帝祝福吼，伊雇的羊群愈来愈大，羊群愈多呢，啊，财产愈大呢，啊，他最后一个思想就是。上帝要应允讲要真做大国，这是上大的条件，对毋对？咱遮圣经记载讲，哇，已经到85岁啊呢，佮倒来迦南地10冬啊呢，啊，上帝讲要互我真做大国，啊，毋过我拢无囝呢，无囝要安怎？啊，这实在是一个足现实的问题啦。啊，咱拢嘛知影，到年纪大吼，要佮请养囝儿哪有可能？你若40有囝，就算讲迄个。白老囝幼啊，敢毋是？啊，伫这情形中间，其实阿伯拉罕又搁拄着情境啊。伊想讲，这上帝咧讲，敢是有影呢？啊，无拍算，拄犯着这个错误，这错误到今仔日还阁危害真大。因为伊的太太吼，毋知什么原因啦，为着要互伊的翁婿吼有子嗣，就是讲有子孙啦。竟然吼，甲伊的翁婿讲啊，无规矩啊，即个查某囡仔下嫁吼，互你做贴啦，啊，替你生一个囝，看起来吼，就是一时的一个愚妄，所造成即个阿伯拉罕甲伊的民族拄着上大的困境，因为阿伯拉罕若无生即个以实玛利。都无今仔日犹太人甲阿拉伯人战甲你死我活啦！你看即阵，伊是咧，毋是搁咧弄飞弹去假杀族人嘛？就是咧弄伊的古早的兄哥，就是即个兄哥的子孙，啊，甲小弟的子孙伫遐拼咧。啊，这毋是一个真大的危害吗？但是迄阵阿伯拉罕无照上帝意思，上帝讲我要互你有囝。伊想讲我用我的办法来有囝，但上帝讲即个伊是玛利，即个毋是真正你的囝，虽然是对伊生出来，啊，所以咱能看起讲啊，人吼伫俗神的思想、甲俗人的思想伫遐咧起落落，所引起的真大的争战啊，上帝应允伊听袂落，啊，煞家己拄着困扰。最后佫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上帝竟然后来真正有一个囝叫做以撒，上帝竟然讲啊，你起来献，哇，这啥实在是哦，咱好佳哉，咱毋是阿伯啦哈，那你我吼，我两个挡袂掉，遐尼大个挑战呢，要甲囝。较早献囝是就亲像咧献烧祭安尼咧，抬羊抬牛安尼咧，甲一个囝抬去呢。古早迄个远古迄个时代吼，有一款风俗啦。哇，即声，即届阿伯拉罕吼，伊知影讲上帝袂武万尽，伊讲我确信上帝有伊个意思，我就照伊个意思行。咱知影后来伊带所以个囝以撒去山顶要献祭嘛。啊，好佳哉！伊真届有遵照意思，上帝就后来用一只羊啊来代替，吼，迄个羊啊来代替啊，即个献祭。啊，所以到即个时阵，伊才看见上帝完整的蓝图，完整的蓝图。那后壁来故事，咱对创世纪搁去读加研究，他到底伊的故事，互你什款的感触？伊成功的伫所在，失败伫什么所在？啊，伊拄到的艰难是什么所在？所以兄弟姊妹，咱要学习的是讲，即个属神的思想甲属人的思想，毋是简单啊，像咱咧转迄个频道啊，转过就过啊，吼，啊转1号甲2号，毋是啦，迄是咧挣扎的，迄是咧挑战你的信心的，啊，所以一个天国的法则，就是你伫信仰上、基督徒的形象要来学习，你选择属神的思想，无代表会失去啊是损害啦。后壁来，咱的经历就是讲，哎哟，这个会损失哦，这个会损害哦，这个会无去哦，啊，就是开始无专心、无信仰。所以，你若是幸福、唯心、顺服，才会信心的表现。咱爱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超越人的理性，你就有这个个外的信仰。啊，这吼，咱无法度讲落去，大家拢。普遍大家拢爱做，毋是啦，迄是你家己个人甲上帝迄种精进，因为逐人的经历拢无共款，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生活拢无共款，你要安怎通过阿伯拉罕的故事来看见迄个属灵的应允，而且你是用相信来领受这个祝福，啊，这是无简单的。所以兄弟姊妹，第2阶段咱要来学习讲，那安尼咱就要来开发一个属神的思想，要哪开发？咱来求上帝，互咱即个意志甲气力，啊，咱才会当营造迄个丰盛的生命啦。吼，所以追求丰盛的人生，追求丰盛的人生，是人有选择，并且有迄个属神的思想，你就当开发。意思是，人用咱家己的努力打拼，有时一时会成功，但是无一定是上帝的意思。但是，当你顺服、愿意照上帝的意思来想的时阵，你就会发展出一个美好未来，享受幸福甲丰盛的生命。啊，所以咱有学习到顶届咱读的箴言第4章23节，伊讲你着爱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拢是对心发出。咱的心若无甲主亲近结连，啊用祈祷来明白上帝的意思，你家己的安尼雾啦，亲像迄个。云雾伫海港，你毋敢开船。但是，迄个有信心的乔治·穆勒牧师，伊讲：你甲开出去，迄上帝已经甲我应允好啊，迄个航道拢摆好啊。啊，这就是讲，你有要保守你的心，是保守你的心，毋是家己的私心，家己有限的经验，是你甲你的心放伫上帝遮。啊，所以兄弟姊妹，咱有几项的操练就对啦。第一，咱要有正面的思想。有正面的，正面就是讲，毋通定定安尼甲遐个还未发生，啊，拢遐个歹个拢想伫内底。正面的思想就是有愿望的思想，哈，是照耶稣基督恩典的十字架啊，所来解决咱一切。意思是，就是面临着任何的困境艰难，你感觉讲无愿望，但是你敢若坚信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要赢过死神，即个。要拍破迄个咒诅，你有存着这款的信心，你就会乐观啦。正面就是乐观，吼。啊，所以当咱有这款正面的心态，咱知影这个咒诅是对阿当甲夏娃的犯罪来，但是耶稣基督，因为伊是伫架顶流出宝血，伊滴气皮免流，已经甲咱搁对迄个咒诅
也是犯罪的处罚中间，搁甲咱诱导转来啊！咱是要领受阿伯兰的祝福，毋是要面临着遐侪咒诅啊，甲迄个啊，所以咱当你拄着困难的时，你要先想讲，耶稣赢过死，有甚物款的气力，还佫比这较大？我要倚靠，搁我的主。所以你当你有即款的想法的时，你有正面的思想，有几十个经节的印证这的话吼。罗马书8:28，就是咱拄则读的，讲咱知万行事互相运作，互遐会听上帝的人，就是要家己的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兄弟姊妹，万行事互相运作是好歹拢咧运转的，但是吼，有一项确信是讲，我若是听上帝，照上帝的意思，歹事要变好事，困难要变作简单，因为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有利益。啊，这是基督徒一个信心的功课啦。这是第一项。第二项，使人咱1:80，咱真爱读的圣经就讲，毋过圣神临到恁的时，恁会得到能力，伫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天边，为着我做见证。圣神临到恁，你要得到开力。咱就是因为有即款正面的思想，知影讲有圣神的同在吼。虽然头前茫茫渺渺，规个海港拢是云雾，但是我敢，因为这有圣神我同在。第三个经节讲，腓立比书4:13，我靠赐我能力的基督，我有开力通克服逐款的境遇。我靠赐我能力的基督。你有艰难，大家拢有；你有侪安尼混沌茫茫渺渺，但是你会晓我靠耶稣基督的开力无？第二，有积极的思想，有积极的思想。积极的意思就是讲，你有一个目标，有要进步，有要进前，莫想失败。有思想的成功，上帝就要帮助咱。想失败甲想成功哦，都差一个念头尔，你敢知？咱知影讲一个故事，就是安德烈，伊伫拄着耶稣到伫旷野，啊不，到伫迄个外口吼，啊讲道互5000人听对无吼？耶稣就先问啦，伊大声毋是问安德烈，伊先问腓力，讲咱要去倒位吼？摕遮个饼来互遮尔侪人食吼？伊是要试即个腓力啦，但腓力吼足消极，伊讲吼，迄若20两银吼，要买饼嘛，一人食一喙嘛无够吼。是咱人的现实无毋对。那你我有经验，咱嘛知影讲，遐侪人哪有可能？对毋对？古早咱即马游览车开的吼，迄个高速公路边就迄种店开落，就有人食都无啊。那有可能，这是咱人的经验，腓力嘛毋是假啦，只是伊无信心，伊是消极的。但是伊就搁问安德烈，安德烈吼，伊有积极的思想，伊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伊有气力通互遮个人食饱，啊，所以伊就是带一个囡仔来，甲主耶稣讲，有一个囡仔，爱用5块饼2尾鱼。交互主耶稣，咱知影耶稣基督，因为即个安德烈保持着积极的思想，5块饼2尾鱼的新食，饲饱5000人，而且讲佫剩12斤啦吼，佫剩12斤。那这是一个积极的思想，甲负面的思想的差别伫遮。兄弟姊妹，马可福音第9:20-30讲，耶稣甲伊讲：你若讲我若话。有信的人，逐项拢会。我若会，吼，我若会，我会。兄弟姊妹，当你对着困难的时，你莫想讲啊，迄无效啦，迄无路用啦，迄假做的啦，无采工啦，煞去啦，毋是。你敢若心内讲，我若会，无一定我若会，毋是讲一定会成功啦，但是你都无先互失败拍败就对啦。兄弟姊妹，第三项是。有创意的思想，有创意啦吼，意思讲你会想出一寡人想无到的，因为一个国家若有创意吼，伊个国家就会发展呢。正经有一个真出名的故事，就是耶稣伫迦百农伫一个会所吼，一个会所咧传福音啦，人足侪要听，有4个朋友吼，想讲即个耶稣会晓医治人呢。咱有一个朋友吼，
因为可能变衰啊，无法度行路，倒伫床里啊。咱带来去互耶稣，互耶稣医治啦。哇！啊，一个用铺啊，就是咱讲迄个被褥吼被啊，就像咱个担架安尼，甲卷，哇，卷去到大门咯，根本袂入去啊。好，而且是倒位，要安怎入去咧？但是吼，这四个朋友足有创意的。犹太人的厝顶吼，会掀咧，会掀一个，就是讲会掀起来，啊，搁冚起来，掀起来，冚起来。所以因就去爬去咧厝顶，啊，甲厝顶迄冚挂啦，掀起来，然后哦，用手啊绑的啊对中哦，耶稣咧讲道的迄所在，甲对落来。啊，耶稣讲安怎？讲吼，因为你的信心，啊，要互伊得到医治。啊，这就是一个创意，吼，这就是一个创意。啊，这是耶稣医治一个啊变衰的人的一个故事，是因为伊四个朋友，伊无放弃啦，有创意思想。因为即位，咱知影讲，咱台湾最近这几十档会伫世界遐尼多出名，是因为咱台湾人吼，哇，头摆来参加什么科学展啦，吼，啊参加一寡迄个数学啊考试啊，逐项拢得奖。啊，搁较毋免讲啊，即个台积电所有发展出来晶片吼，啊，别人做袂出来，咱做会出来。啊，迄拢是叫做知识经济啦。较早吼，你做石头干才会当趁钱啦，即嘛毋是头壳叮当才有法度。啊，所以即个有创意的思想，迄是足无简单的事。啊，咱台湾若有即款的气力，啊，咱就会进步。咱是社会，咱是家庭，咱伫做生意、做事业嘛是安尼啦。啊，所以佫一个小故事真趣味吼，就是讲，我看到一个底片咧介绍，伫迄民国时代啦吼，民国时代一个中国上出名的即个好野人叫做黄义柱、黄义跳啦，伊是福建人，应该是讲咱即个台湾话闽南语的吼。啊，这个故事咧讲什么呢？即个黄义柱吼，少年时代吼，无特别有甚物款发展啦，伊是安那？伊是咧甲人剃头的。较早咱知影，毋是用驴头毛，是用剃头刀咧甲人剃头，啊打一个担，吼，啊一个桶啊有滴水，啊遐烧水，啊甲人洗头，人挂喙鬚啦。啊，伊伫因迄个庄舍吼，伫下门迄个所在，啊担去趁钱，勉强啦，勉强生活吼，因为这手艺嘛，无拍算。我有一摆甲一个好野人哦，毋知是甲挂喙鬚，还是甲挂迄个溪头毛吼，去无细字空挂一空，哦，迄好个人气到要死，讲，哦，啊你差点着我的命无去吼，要甲伊报复就对啦。啊，即个黄义柱想讲，哎，足实际的，讲哈，我人服务我无细字，就搁互人要甲我处罚安尼，伊就甲伊老母讲，啊，归去啊，咱兜一块田吼，咱卖吼。我是讲来对阮遮的乡亲来去南洋发展。咱知影较早迄个时代，金门啦、吼厦门啦，足侪人拢去南洋、去马来西亚、去印尼发展。伊真正老母听到伊惊讲，到即个好野人甲报复嘛，即个冤话嘛，所以就真正甲迄土地卖啊几十两银就炸，啊去到南洋去印尼发展。啊，这故事是真趣味啊，毋过简单讲是安那呢？伊伫遐嘛是做剃头的生意啦。啊，就拄着一个因的乡亲伫遐咧出入，啊，看到伊遐拍拼吼，啊，就勉强食饱尔，伊就甲伊讲，咱老乡啊，乡亲啊，你有看到无？边啊吼有人担咧卖咖啡的啦，担咧卖咖啡的，伊讲你甲想，咧剃头吼。一个人要剃头，偌久来剃一摆？讲上无嘛，正个月吼，啊较加嘛3礼拜。啊人吼卖咖啡吼，一日会当啉3杯，你敢知？安尼，哇！甲讲了讲，迄有理的吼。伊想讲，我若伫遐剃头，一个人加加一个月来我剃一摆，我趁一摆钱尔。但是咖啡有人会啉3杯啊。咱遮南洋较早有外国人、荷兰人来遐移民、殖民嘛，所以卖咖啡真出名啊。印尼嘛咧卖咖啡的所在，真正对因该来卖咖啡啊。啊，意思讲，这个故事就是，互伊一个概念，讲，迄个创意的思想，会当有较好的收入，后来
伊阁是伫迄阵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到18年，哇，全世界吼足欠糖的就对啦，因为吼迄战争的物资嘛，啊，即个防疫组吼该来卖糖，啊，说后来叫做印尼吼四大糖的首富就是卖糖的迄个收人就对，啊，所以后来趁大钱，啊，毋过后来故事讲，伊趁大钱了，伊思念故乡，倒转来伫厦门的古龙树吼，去迄足水的别庄，啊，咱若有去古龙树佚佗吼，古龙树较早是好野人住的所在，也有啥物冠金博物馆啦，也有迄个好野人的遐个别庄就对啦。后来伊出名到伫民国时代，诚做银行家，伊佫后来用银行投资一间叫做中南银行吼，啊，竟然有法度通甲当时的北洋金华啦，甲申请讲吼，伊咱家己因的银行来印钞票，你敢知？啊，总共就是讲，即个防疫组吼对伫一个剃头的，啊，因为有创意思想，竟然诚做一个安尼啊，民国的首富。当然咱知影讲，二次大战发生了，慢慢啊，这个故事就过去啊。总共是讲，雅各书1:50，讲恁中间若有人欠缺智慧，就对上帝祈求，以为赐互恁，因为上帝话真慷慨，无保留赐互恁拢总的人。遐尼是为咱爱有创意的思想，是呢，咱对上帝领受着智慧，毋是凊彩想啊，黑白想啊，也无对着时代，也无对着时势就对啦吼。最后将是有迄个生产性的思想，意思是我所做的代志。啊，咱拄则有讲这4项，就是讲有一个属神的思想。啊，这生产性的思想就是讲，毋通定负面啦。即比如讲埋怨啊、拖欠过去啊、骂遐失误的人，伊讲这是会浪费时间、物质甲力量，就是非生产性的就对啦，一个非生产性的思想。啊，咱咧做工课，咱日常的生活，什么物件是互你无生产的？啊，你了时间的，你浪费时间的。顶几日吼，美国有13州啦，13州毋是少哦。咱台湾一省都足，一个国家都差不多人的一省尔，一州尔。有13州联合来控告一个软体，就是叫做抖音呐。抖音你知影 TikTok， 抖音你即马看脸书看迄落一大堆有无？啊，短片1分钟2分钟看咧，啊就。会看会沉迷伫内底，伊讲吼，即个抖音影响到因的学生无爱读册，啊沉迷伫内底，啊目睭佫拍歹，啊佫吼无要读册，无要记，干那看迄，啊所以要控告即个抖音吼，袂使互遐个学生下载就对。啊，迄叫做看抖音是会趣味，啊闹热心息，啊毋过吼，迄叫做无生产性的思想，啊无生产性的思想。各位兄弟姊妹。最后，咱要讲是讲思想，咱有上帝的思想是迄个目睭看袂到的财产甲资源，啊，咱来甲连伫主耶稣基督吼来开发即个资源，就会当过着成功、享受丰盛的生活。最后，咱要讲，咱知这是一个概念，但是一个信仰的行动，就是咱对心中遐个罪、事实、失败、咒诅甲丧凶。即个病痛，咱就用十字架恩典来宣告，就是讲，当你拄着艰难、拄着挑战、拄着失志、拄着烦恼的时阵，你毋通想讲啊，这无路用啦，假啦。你要讲，奉主的名，十字架顶的保护来宣告，互伊去除这个头前咱遐个负面的思想，啊，就是得到什么呢？咱就爱常常伫主的内面讲，主啊，互我有正面的思想。有积极的思想，有创意的思想，有生产性的属神的思想，因为这个是上帝爱要咱做的。就亲像亚伯拉罕，伊一摆一摆失败成功，失败成功，到最后伊顺服，成做上帝所欢喜的百姓。后来成做大国，因为世界正百姓拢都因为伊来得到祝福。当然，用3礼拜时间，将属神的思想。是爱要你我大家，咱伫灵修的中间，伫咱信仰的宣告的中间，常常甲主讲主啊，帮助我看见你爱我想的什么，你的意思是什么，
追求主的心意，咱就要得到上帝满满的恩典甲祝福。兄弟姊妹，咱线接要来吟一首回应诗，这首回应诗啊，